阮两个是捌同台演过歌仔戏的。哎呦，演到伊若出来演，我就开始笑场。伫咱舞台顶叫做什么？立克仔话啦。啊，对。对吧？吼，啊，立克仔话大部分拢毋是小生、小段咧讲的，拢是三三花岁甲三八的咧讲。跳啊，甲你讲，对，跳仔咧讲，这方面你比我较厉害。伊是我跳啊就对了。毋是，你是带大家欢乐快乐。安尼就是丢啊啦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这个主持人龚恰恰。我想头前，然后看到歌戏就好心情。感谢，欢迎咱全世界华人来到真是馆的上届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好看的节目《画山画水画玲珑》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厝边蹦恰恰，感谢。这个节目一直受到大家喜爱，大家一直甲阮看，阮非常的感谢。现在讲要继续做落去，要做30档。是，但是今天爱非常的注意。是。今天咱尽量以文言的开口来讲话。咁需要安尼咯？是，咱的第一文老师你嘛特别注意，来邓安珠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艺术传承有希望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一生当中哦，其实哦，你今仔日来宾算我的贵人啦，吼。哎呦，啊，因为这我无啥敢活去，吼，足久无见面，啊，请教唔知使活进你的身躯边无？胖哥，哎呀，欢迎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恁小妹煞出来哈？嘿，魏小妹。是咪讲小心买讲白贼啊？哎喂，查某囝就是查某囝嘛。但是较生小妹啦，姐妹嘛。当然啦，你拢无变啊。我袂用去变啦，你拢无老，我就袂用去变。哎呦，阮两个，阮两个是捌同台演过歌仔戏的。哎呦，你知影胖哥偌厉害的，会晓演歌仔戏足厉害。演到伊若出来演，我就开始笑场。我就一直 NG。节目进行到这吼，是来宾来自我介绍啦。哦，安尼哦。专程用台语啦。真的哦。但是咱今日小改变者，麻烦你介绍恁小妹。哦，好，安尼哦。我边仔即个呢，就是我的小妹，伊叫做陈娇婷，伊的爸爸是陈胜福，伊妈妈是唔知影，所以呢，伊走来学歌仔戏，啊学了真好，所以伊即摆是闽南语总团内面呢青年军，伊算讲文武双全的小段，而且身材上好的小段，而且功夫上好的小段，而且因都国宝。是。印度国宝。系啊，伊叫因老母啊。因老母什么人我唔知啦。因老母即嘛满，你看迄面容无？带婚字的，你看因母啊什么？恁查某囝不要紧啦。我紧了啦。嘿啦，我是讲今仔讲，孙翠凤查囝那是孙昭婷，你拍唔对呀？你说蛋才对，咱就是。所以等啦，真早停啦，所以连戏都唔敢拍，伊惊大家误解啊，讲孙昭婷。因为足侪人拢叫伊孙昭婷，足侪人嘛叫阮先生叫做孙幸福，孙团长，叫伊孙团长啦。可见你看你偌厉害咯。毋是啦，我是感觉讲我呢，较像做古真重呢。有恁咧家规这尔严格？严哦。有。啊，当然啦。啊，你这查囝是你硬逼伊，还是安怎学歌戏？啊，你就家己讲啊。我甲你讲，你的心情啊。你先介绍恁母好啦。大家好，伊是民防戏剧总团的武德小生孙翠凤老师，也是阮家上脱线的妈妈。脱线是恁妈妈？是伊。伊毋知脱线啥？我知啊，你知哦？脱线阿伯，都是阿伯啊。这妈妈对你有严无？台顶最严的。
伊对伊的查囝伫台顶拢足严的，有，对。但是伫台骹伊就敢若好朋友安尼，嘿。真好的朋友，我伫台骹拢甲因做好朋友。嗯，因为因甲我讲，我是要甲因做母囝的关系，还是要做朋友的关系。我讲这有啥物差别？我先了解一下。是哩，伊讲咱若是母囝的关系，我有真侪秘密，绝对袂甲你讲。啊，是当然。啊，所以尾啊，我就选择讲，我要做你的朋友。啊，所以你有啥物秘密，你即摆紧甲我讲，我通我知影你交男朋友袂？啊，你即摆咧想啥？啊，咱做妈妈总是爱知影，才有法度甲伊讲引导伊行人生这条路。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啊，所以，但是妈妈嘛真委屈呢。妈妈才讲来变朋友呢。啊，朋友就是拢免个，拢免个迄落，免个反驳啦。讲伊讲啥，咱就是讲对，你对。伊若讲伊做啥，讲啊对，你安尼嘛对，恁妈妈拢唔对。领导算无简单啊啦。哎诶，足侪迄个事实是无会，老爸老母做啥伊无要做的啦。哦，那这点是有影，阮真有福报。系啊。阮这第三代的吼，因拢足灵魂的，啊看到家己的爸爸妈妈吼，不管对一帮吼足奇怪呢。阮这囡仔，阮拢无过叫因倒来演歌戏，但是因只要毕业了后，大家拢倒转来演歌戏。吼，像阮第三帮的，我2个查囝，啊，伊是学舞蹈的，读到舞蹈毕业，伊讲伊要倒来唱歌戏，我讲你想我清楚。阮第2个叫做焦贤啊，焦贤啊，读到硕士，硕士，伊个是甲我榜首呢。哦，我惊一个伊那成绩遮好，我这个妈妈拢唔知，阮拢无人知影伊遮好读书呢。啊，着伊若要读，哦，你去读，阮出去演歌戏，阮拢无咧管伊啦。人伊偷偷家己。嘿啊，人伊读到足好的，啊，读了伊嘛讲，妈妈，我要倒来明华园。我讲你是安怎要倒来明华园？你的学历啊，啥物拢条件拢足好的啊，你莫倒来这足艰苦的。讲无，我看到爸爸甲妈妈恁遮辛苦，我希望讲会当甲恁接受，互恁莫遮艰苦。啊，所以2个拢倒来啊，我完全拢无强迫，拢无，因为我知影我家己行这条路足辛苦。你就抓？就抓，啊，那就抓啥物啦？无啥物啦？无强迫的。绝对无，真的我就抓。我搁甲因讲，想清楚，而且你要倒来，我希望你倒来，唔好像妈妈当年安尼。我倒去明华园，我是用人的资源，规团照顾我一个，规团训练我一个。我啥物拢袂晓啊，但是我讲，恁即摆恁倒来，我希望恁倒来对咱的集团是爱加分，袂个集团的资源用伫你的身躯。是。你有啥物物件倒来，你有真厉害，你才入来，阮才要收你。哇！你无简单的，诶，恁大家佫唔知影，这个老师较早袂晓讲台语。真的啦，伊嫁入去明华园，真正是袂晓演歌，是袂晓讲台语，袂晓唱。啥物拢袂晓，对不对？是哦，对。为头学起为头学到尾。所以我才甲因讲，你唔好倒来，你要倒来，你遐个配备吼，你拢爱会晓，你才倒来。是。因为是我的人生过程啊，所以我无强迫因拢无。你就抓。就抓啦，我搁会当唱歌戏咧。你真正无甲你强迫？无，伊无甲我强迫，但是伊有先甲我恐吓。这摆下叫我看嘛，你们开始演卡通片来哦。什么呀？你讲什么卡通片？哦，卡通片。这是阮新动漫作品，新的今年新的。恁歌戏搁在做结合安尼哦。嘿，甲漫画，甲动漫。明剑录。嘿，明剑录。嘿。台湾戏剧中心大表演厅。5月初1、初2、初3。哎，这是一个真新的结合。是。这嘛是台湾头一届。就是讲歌戏，阮虽然讲90年啊吼，但是每一年阮拢咧做上新的表演方式。恁团90年啊？90年啊，今年90年啊。阿妹喂。系啊，啊你歌戏历史才百几年尔。阮这团就从阮大家打歌迄阵留到即马，已经90年，今年90年。啊，所以阮每一年拢咧想讲，咱要做啥物，甲现代结合。所以每一年你拢无共款的歌戏出现。我使要求恁查囝唱一段歌戏，阮听看嘛。哎呦，是哦。袂歹，这个歌声袂歹听，伊个歌声有小段。真啊！啊，你毋是当才演迄落李洞宾甲牡丹尔吗？咱两个演甲跋跋倒的啊，对吧？你印象上深咩？唱一段，唱一段。一段断情。
几风光，出去从前又是向东。啊，是一句吗？学的过程真正是艰苦哦。你自做囡仔大人开始讲台语啊？嘿，我细汉拢讲台语，所以我国校去学校的时阵，老师讲啥我拢听无。我逐工转来，我妈妈问讲，你有功课无？我讲我拢无功课。结果有一天伊甲联络簿拍开，伊讲，哎哟，恁老师写一堆转来，伊讲你哪无甲我讲？我讲老师在讲，我也拢听无啊。啊，我想奇怪，这个囡仔哪转来拢逐工拢足快乐的，无功课我咧写半行。我想，台北市毋是拢真严吗？啊，我尾仔才看老师咧联络簿顶管才有写，伊讲，请问哦，恁这个主题哦，咱这个学生哦，为什么因那会我讲啥，老师讲啥，伊可能拢听无呢？我才知影，原来阮查囝伫个学校拢讲台语。我这基础都拍了好啊。基础拍到下叫呢。要为着传承准备好些，真的。上天派。你要来考你的台语哦，我应该是考袂到啦。试看卖，试看卖。水果，水果，讲水果嘛。讲到有水果的，吼，甲水果有关系，台湾台语俗语，甲水果有关系哦。台语俗语。我给这边先讲，无给卖完，来卡来。我说水果啊，我讲好心地硬硬壳，好心地硬硬壳，哇，安尼就硬硬嘛。哦，这款的俗语。这有困难哦。没啦，这无真有水准呢。还好。哎呦，好嘞，我说水果啊，我讲西瓜挖大饼，西瓜挖大饼，是哦。我说水果啊，我讲奥甘白店面。什么？你无听奥过？甘白店面，那有这有啊，有啊。哦，就是你捌听的歹看的吼。奥甘白店面就是啊。歹看，奥甘上摆的，拢摆伫个上摆伫上头前。哎呦，奥甘白店面。碰过，我刚刚啊，这件咱咧课了，咱伊老师伫遮啊，咱全部拢倒。有可能哦。你可以一个咯。好来，伊讲的拢无伫卡本内底，啊，咱拢听拢无。我一下还一下。我说水果啊，细软食金蕉皮。啊，是讲金蕉皮。我嘛就我说水果啊，食果子拜树头。果子做一摆拢我落去，食果子拜树。果子呀。毋是果子哦嘿，食果子要配烧茶哈。食果子拜树头。果子啦。你讲我你过来，来。我说水果。王来头，西瓜尾。王来头西瓜尾，好出题。王来头西瓜尾什么意思？就是介绍讲王来头较甜，西瓜尾较甜。内行的无怪你斗正山啦。什么是较甜呀？王来的头，你爱食头，西瓜的尾，所以你若要食王来，要尾食起。对对。哎，安尼食西瓜对头食起，嘿，尾较甜啊。嘿，问食我拢知嘿。我说水果啊。我讲奥莱给捧个，哦，这是你名人有啦，啦，有啦，当然有啦。有啦，这句，我咧想到这句你头前是讲去啊。菜店查某继续女啦，啊，伊正头前老爸甲斗开，这真无好话啦，无好话。好来，我说水果啊，哎呀，我讲豆定你干嘛？豆定米干，是。你讲去啊？我说水果啊12月甘蔗。12月甘蔗，哇，我这个要有意思的哦。因为已经到年尾啊，食唔食？啊年尾就算到遐甘蔗是咧食甜对啊，甘蔗自来甜，黄年照古苦啊，所以甘蔗是甜的，所以到年尾算甜到尾安尼啦。啊，上你讲甜哇是，我说水果啊，我唔知啊。我这款水果，好水果啊，你无好食，在起头，地头叫我地头莲雾吧。好食在地，哎，老师一句是咩？嘿啊，伊个叫做红旗好食对倒位起地啦？
啊，红起地旗啦，红旗好只对倒位起地，嘿起地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较深哦。为倒位开始布艺，啊，豆仔生出来。啊，讲到红旗吼，有时红旗出头的时阵啊，红旗若上青吼，就按骹来目屎滴，因为开始会变寒。哦，好，所以你跟是国际有关的呢。你是要讲莲雾，还是要讲红旗？因为我在讲红旗。我还有老师，伊讲红旗，我在红旗。年奥。来，我说水果啊，西瓜我大饼讲过吗？讲过对啊，桃李满天下，对啊，啥咧？我袂讲，哎，桃李满天下，合力吧，桃李满天下，桃李满天桃下，李满天下。合力莫听你外国人，袂歹哦，颗粒就是满天下那个多些真济艺术哈。来对啊来，我说水果啊，高兄派奶鸡卡，高下派派奶奶鸡卡鸡卡哦，。这句我听过。啊，伊个甲迄个和神帝经甲共款意思啊，看头看面啊。哦哎，因为咱细细食啊。 ，OK。对哦，我说水果啊，哦，你这就歹了。试哎呀，看卖。我是小生啊，真少食水果啊。爱食水果，小生哪会使不食水果？无时间吃。对，你应该迄个给他俗语啊，所以台湾俗语甲水果有关系，足济。因为我算讲半路才出家啊，嗯，对无？我较早无啥人讲台语啊，我是去爱用艺学歌戏的啊。我学的是拢学歌戏内面哦。你我做小生，我毋是咧做三花小段，你常常叫我念这，这拢毋是小生咧念的，我跟你讲。我要赢，要赢，说了，是不是要赢，要赢。我较早最尊重你，你即摆变来只屁屁。毋是，我意思就讲，咱即种的吼，伫咱舞台顶叫做啥物？立克拉话啦，啊，对对对对。对无吼？啊，立克拉话大部分拢毋是小生小段咧讲的，拢是三花三花甲三八的咧讲，跳啊，甲你讲，对跳啊咧讲的。所以我们才讲，这方面你比我较厉害。你是我跳啊就对了。毋是，你是带大家欢乐快乐。安尼就是跳啊啦。哎胖哥伊早捌讲过哦，小生易得，小跳难求。所以小跳也是徛伫小生的进前啊。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你来回答。就厉害，就厉害。无问你查囝好啦，来，我说水果啊，要讲啥？甘蔗好食上头甜。哎呀，哎呦，哦，恁这真无简单呢，恁这个节目真正足有水准的。我讲真的，你敢有看过？无，但是我今仔来参加了后，我感觉讲，恁敢若这个俚语吼，这个台语，用这个方式，你看，我敢若头一轮我过关，第二轮我就用要变过。我感觉讲，这种的即马已经足少人会晓这种物件。那这就是台语的水爱传承落去嘛。对啊，这真正是台语的水啊。系啊。哎呀，所以若无着阮这个风啊吼，就真正有点困难。啊，哎呦，风啊，听无？风啊听有无？风啊鸡，风啊鸡啦就是一半一半的啦一。半一半半啦。嘿啦来，毋是正港土鸡啊啦有一句叫半暝食西瓜，就暗头食西瓜，半暝半暝反正。食西瓜，反正。反正，老师这句话要来解说。应该是暗头啊食西瓜，因为西瓜较冷，啊，有的人摕一只较冷的吼，啊，半暝会落屎，所以叫暗头啊食西瓜，半暝啊反正。哎，头啊顺小姐伊讲到丙，丙是白话音，啊反就是文言音，啊你嘛厉害，人讲白话音，你随倒一个文言音呢，搞唔正呢，真厉害。哎呦，这搞啊！咦，讲了好。美丽的大片姜竟然发生什么代志？财务危机，财务危机。咱即摆来看，到底大片姜的公主会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来甲伊看咧。哎，哦，懂咧，要去倒啊？无啦，公主啊，我甲你讲，你阿妈咱这几个月
迄生理偌歹，香钱你看，这几箍啊，我连买泡面都无够，我算免去趁一寡外劳啊。那么规张的哦。无啦吼，生理有够歹啦。啊，即摆是拢起人家啊。真的啦，真是日子歹过啊。你是迄个油香迄个心嘛寒到你囥碗光伫安尼。无啊，都轻的，都拢人格啊。哇，你这个啊无香烟啊，即摆是新明那迄个烧。哦，还是咱修久无拜拜无咧啊。拜你安尼啊，这叫你早毋着爱烧香，较虔诚，较虔诚。哎，念一个迄个大悲咒咧。我讲咧，无啥帮助保庇啦。大悲咒。大悲咒我袂晓呢。大悲咒，我无来着这条。你对观世音菩萨伫遐，你念大悲咒，咱么好那大那多那爷爷，咱么我哩摕入去。这真正是大悲咒。当然是真的，我才有白念，我供主呢。哦，是。外杯啦，我看有杯。宝贝。哎呦，希望菩萨保庇啦。这杯是去对买啊？咱家己做的啦，保庇互咱生理较好的吼，咱的香火兴旺哦，来，杯啊，哇！哦，这有灵声哦。有啦，有灵声啦，希望紧保庇互咱的生理较好的，较侪人来问事啦。安尼算塔杯呢？塔杯嘛有啦，有算成杯啊啦。好啦，配色个。是。我安尼有算想杯，算新民讲有听着啦。是啦，哇！最好。哇！哎，咱要有等看有人客会来无？没有。哦，咱观音妈这灵社，哦，是开外挂呢。哟，念咪都有人持电铃来，来，第一位请。来，咱出门弄一个 SOP 啊。哎呦，对哦。钱、锁匙甲手机，咱人客来，咱买 SOP。咱的 SOP，牛肉、红包、白头巾，我靠，等者啊！要开工啊哦！你开工？无啦，要开单。你还未起哦，要开工。来，哎，公主，哎呀，醉。迄落，是吗？我有准备了。哎呦，真捌代志，没问题啦。是。你等我一下吼。什么代志要请教？哎呦，这人紧起动，哇！请问你是三太子吗？好，我跟你讲啦。来小可惜。我最近啊，还小人啦。我摕迄趁的钱哦，去标花啊，关水的人倒起来，我去用倒花啊。什么叫做提赚的钱？嘿，摕迄趁的钱啦，嘿，摕迄落趁的钱啦。赚的钱是啥物？赚的钱啦。你看你反正唔对新名来听有讲啦。较详细啦，赚的钱拢红骗去啦。啊，你在那还小人对啦，啦，所以有人挡着你的财路，嘿，这简单啦。哦，安怎？来，小人叔来。油卡啦。这是你还的小人，哦，都是伊。你甲处理你就甲悄甲冲冲，你就离开啊！悄悄，哎呦，试看卖，嘿，你较大力的哦。这歹事我就斗你，你要吹走，被逮到风干后，被蒙都吹无咯，气死啊！有冤不冤，有仇不仇，你即摆处理了这个小人，会冤离你无大近，钱卖行你啦。是啦，多谢，我先来去哦。再来，嘿，哎，来，第二位请哦，吼，来。哎呦，师傅啊，这个就要上到足重的嘞，这食力嘞，来，请坐。搞的啊！你免讲我知你什么代志。讲到我提醒好你啊！什么代志？讲来。讲到我跟你讲，我唔知是唔是你人里头有我无啥清楚，我你唔知？我跟你讲，我看我困到一半哦，用感觉袂使喘气。这边也疼，迄边也疼，拢头壳都疼呀，敢若有老花啊？你帮我看卖啊，你过来看。哇，这边嘛老花啊。我敢若叫拖拉机弄过搞过来，佮搞过来安尼。你这代志简单，小个代志。哎呦，
哇！哎，公主啊，你挂假，我还来帮你好不好？你有需要帮忙？你遐济，我要这好。你受伤的啦，好。这真简单。哎呀，香卡啦，胸卡，来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哇！下山的，哈哈哈！好，试看嘛。哎呦，连空吹拢无看到啊！啊你无代志啊！哇！你卡骨有这勇敢无？你卡骨，哇！你卡骨，拢好势，你这，拢好势，拢好势，你真正够厉害啦！哇！喂，袂歹，叫过来，哈！你叫过来。恭喜啦！哦，谢谢。以后有啥物疑难杂症，较过来吼。谢谢哦。安尼今日就算拢有收入啊！哇塞，你真正有够搞的啦！这就是简单代志。瞎报喜啊！哇，我免出力谈呐！哇！哇！你好！哎，一对母仔囝，哎，请坐，嘿。啊，多谢。啊，有啥物代志？较问师傅吼。啊，安尼吼。遐济哈，哎，师傅，你即马对一阵搁起来啊？哎，讲什么代志要请教的哈？哎，这位是女神吗？这位是女神哦。安尼我就讲啊啦吼。煞唔知啊，就是安尼哦。阮咧表演啦吼。阮若伫舞台顶咧表演的时阵呢，我做小生啊。小生是真请赢呢，真演导哦。但是吼，佫无着一个吼，空腔的小段。空腔毋是咧弹琴无去演戏。弹钢琴的。哦，毋是迄个空腔的啦，是我边仔徛一个啦。无啦，伊吼小段啦。煞毋知影吼，阮就咧演李洞宾啊，李洞宾爱着牡丹啊，就过溪过河啊，伊想讲要甲爱啊，这李洞宾就讲来牡丹，来我爱你，咱就马戏哭好啊，要甲爱。结果呢，这个小段，伊阵啊一脚爬起来，双手花咧，伊讲洞宾我好咯，讲牡丹，那安尼佫一脚揪起来，是一两三，嘣，跋巴倒，两个拢跋倒，哎哟，迄个时阵哦，迄规万人咧看歌仔戏呢，李洞宾甲白牡丹。两个人跋伫台顶，敢会看的哈？当作效果就好，不要紧。什么咧效果？迄袂用的，我这种严肃吼，严肃真严。是。这个时阵呢，我忽然间唔是李洞宾，我忽然间是孙翠凤上身。我就开始回头一看，伊伫咧涂骹，我就甲骂，讲你，请你要用爱的人马戏哭得好势，为什么你害李洞宾跋倒？搁再一摆，顶来。反正有交一个就变过啊嘛，对唔对？变过啊！我代数就甲变过就好啊。迄个时阵就叫伊搁再一摆啊。有啦。搁再一摆，互我爱啊。哟，上天有好心志的，囡仔人做唔到，但是永拢会嘛。哎哟，天呢？天啊！你袂用的啦。你有啥物代志要讲的嘛？伊大概拢安尼，我甲你讲，阮兜吼厝里所有的物件，伊拢袂晓用啦。洗衫机也袂晓洗啦。甲伊教1、2、3。伊就安尼1、2、3，结果饲了，佮甲我妹讲有啥物袂叮当，拜托诶，迄挂无砍落来，洗衫免砍挂诶，对啊，公主啊，你看到底是啥毋对？是伊脱线，我脱线，洗衫会砍挂。头一遍听到洗衫机免砍挂会洗。哎呦，恁这对母仔囝真正实在吼，公主牙吊起啦，来。过第二句俗语。我就讲安尼咯。来，请坐，有啥物代志，就甲师傅讲吼。本宫的规矩吼，爱先纳钱呢。纳钱你看遮嘿，拢是阮的收入诶。安尼哦。中油钱嘿。
你有炸钱无？啊，我无，你这条破连蛋的好公主。会使啦，嘿。啊，无讲见啦。好啦，有啥物代志要讲的啥？啊，要讲的代志吼，伊下你跋倒对无？嘿啦，以后我跋倒，两个人拢跋倒你免讲，我就知啊嘛，第一定演四顶山嘛。爸母等嘛，对不对？卡爱一个卡袂爱哩，我心明我呢，唔知你要讲啥，我知啦。四庭山甲爸母丹，我共一个条地吗？我知，对，是安尼讲的李嘛。洞宾啦，李洞宾师傅，李洞宾李洞宾啦，李洞宾啦。啊，这个讲对的。喂，吕洞宾爱四顶山，唔是啦。爸母等爱吕洞宾嘛，哦。爸母丹爱你当兵啊，，一卡爱去，一卡爱无去，害你变过嘛。你代志我看你眼睛，我知你要讲啥。是哦。嘿啊，你第一顶你就甲骂啊嘛，叫佮爱一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就甲妹妹了，佮爱第二届啊。你心情你郁住，啊你冇话要讲嘛，对无？对来，你讲，你讲。一二三袂晓用对一二无？三袂晓用啊，挂无扛起来，佮讲咩？ 123是啥物啦？这啥机啊？啦，我拢知啊啦。1、2、3呢？你唔知？哎呦，你这对乌仔囝是台湾喊呱呱，真正是乘风爷出巡哦。我来拍鼓来，来我这摆哦。来哦，我有两句说，迄个小句你敢有注意听第一句？有啦，公主甲我钓鱼，第二句。什么成龙牙出水？对。啊，这跟阮这个故事有关系哦。无就是讲恁母仔囝安尼有无？恁母仔囝你讲伊安怎，伊讲你安怎嘛？咱安尼讲来讲去，你说三句袂记你感觉。这个人情形啊，你是要讲是公主啊钓鱼的声举手。没，我用药的，我用药的。来，你过边来，我过来。恁两个要，你嘛恁两个要公主钓鱼，哎，公主啊钓鱼是2水3寸。啊，要食家己来哦。应该吧？是安尼嘛？所以你这边应该是要乘风牙出巡，是安尼要这？为什么要这啊？对啊，系啊，你嘛唔知？甲阮的故事有关系。当然咯。我是八仙，那会变做成龙牙，啊，那变做公主噶，阮八仙的故事呢？不对，是你母仔囝的故事啊，不是八仙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适合倒一个俗语。天哪！这个状况啦，适合，这两个你跟上一个。啊，你就经常讲也出巡嘛。好啦。哎，啊是什么？啊，你讲我就敬啊。对，安尼较简单啦。老师听袂落。因两个，老师，因两个是，这两个好啦，因两个好。对来，因为头一句是乘风爷出巡，乘风而且补充一个乘风爷其实唔是人。哦。声是声墙，风是声来外口的和声河。哦。所以以前吼，古册顶头讲声服于风，不用输呀，输的是军队。所以咱讲要保护咱的人民，围墙、和声河甲起起的，咱就拍袂入来。所以早期的声风，迄是两项物件。哦，嘿，啊尾啊是因为安那，因为伊甲咱保护，咱祖先拢会甲咱拜啊。像讲咱看的树，咱就讲大树公，啊若路头一个石头，咱就讲大石公。大石公，迄种算一种自然的崇拜。啊尾啊变做安尼吼，啊皇帝较干巧啦，你若真正的四大生吼，你若死，我就甲你封做圣皇，因为咱本来是城，啊尾啊变改做文音嘛，圣皇，所以包括灰啦、文天祥这种封做圣皇，所以圣皇爷吼足无用的呢，你管用也管阴，所以圣皇爷内底有一个啥算盘，伊叫阮台南的圣皇庙挂一个牌匾叫你来了，要来算数，所以圣皇爷若要出巡吼，就是安大代志。哎呦，圣皇爷出巡就是大代志。大代志。啊，另外一句日客话吼，咱讲一箍有10角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问你10角，互你要一句日客话，迄叫做一箍线线。你10个一角的，一颗线去啊！嘿，一箍线去啊，所以10角就是一箍线线。这个孔子话钓鱼啊，大家拢会讲，迄叫冤家上钩。不过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啊，孔子话是神，啊伊钓鱼用啥物呢？线，啊用线咧钓鱼，伊是用线钓鱼的新鲜，所以两个夹做伙变做啥？线线嘿。所以咱讲孔子啊钓鱼，另外一种意思就是线线，像这吼，这两衫佫袂晓起的吼，迄是啥？线线啊两公啊佫脱线安尼，这种人咱就叫伊孔子啊钓鱼线线。所以答案是
空主家钓鱼，哎呦，佢蒙对了，哎真的呢钓鱼线线嘛，我紧啊，对唔对拢无要紧，了解这两句意思，将来恁歌戏用会到嘛，会使用得落去啊。哎，对对对，真好用，真好用。嘿感谢老师来拍一波歌，谢谢。吟诗作文真出味，这首诗看起来不了气质，哎叫做《上台的下河》，哎，作者是韩婉，很晚，韩婉是老师，家己一个真重在的老师，是是。这是写的应该是现代诗啊，嘿。我叫迄查囡仔，迄个焦婷啊，互你先读看卖，用你可爱的声音来读看卖。我讲读读台语，当然读台语。上台下河照水为妆，对风摇摆，思乃点摇娇，游客何以什么？可以，有个可以，点点来嘛，点点来，点点来，来紧过来，高头头甲把伊藏起来，邓转去邓去，叫伊出来诉相思。哥讲伊西装打扮，迄是塞奶吗？塞奶，塞奶。来，老师，我话你无我来袂使。好，来这，首诗吼，敢若你描写查囡仔咧柔柔美美种啊。你错了，我错，伊这是安那，应该是去看人个荷花吼，足水，足水着甲，慢，涛涛，哎呀，你歹快黑白板，用卡面那甲翕起来翕。相啊，嘿，翕相你看啦，人孙小姐外高翕相，所以你啊翕了，等伊了后，搁算摕出来甲 P 图，迄种应该是这种意思啦吼。上台下河，照水化妆，对方摇摆西奶点摇娇，哦，塞奶啦，游客互伊声声来，声来，来声声来，搁偷偷啊甲伊藏起来，因为我翕相甲翕起来啊吼。哦，转去，这轻声变了，转去，叫伊出来诉相思，佮甲伊西装打扮，甲伊相片佮摕出来修修整理一下安尼。哇，应该是看到真水的荷花迄种意思啦。是是是，多谢老师。哎，多谢。我感觉这个歌若用唱的吼，会较好势哈。来，我来试过麦。哇，上台的下河，照水化妆，对风摇摆，西奶点摇娇，游客互伊声声来，搁偷偷啊甲伊藏起来，转去啊。叫伊出来诉相思，搁甲伊西装打扮。多谢大家收看。小生的戏爱去甲伊捧场，5月7日到初3，伫台北戏剧中心，敬请大家捧场，后回再过来收看，画山画水画玲珑。大家好，今仔我来参加这个节目，非常的欢喜。为少年的来讲，全部拢是讲台语的。那这是新的挑战嘛，是新的学习，希望大家一定要继续看《画山画水画玲珑》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这是我的好朋友胖哥主持的哦。我也真无简单来参加，这个因为我嘛有一出真好看的戏，叫做《民间乐》。哇，听起来改成真奇怪的名吼，但是这是甲漫画一起做伙合作的哦。那即届呢，我来上胖哥的节目呢，我发现讲这个节目内面会当有真侪人，咱会当学习到真好的台语语言的学问。拄则呢，阮阁有真侪即个美彩，阁有真侪这俗语，学问是真悬哦。但是现场胖哥阁有咱真侪专家学者。带着大家做伙来，甲咱台语真有学问的，这个功课，咱好好伫这个节目看会到，所以赞哦。